评审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1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快乐的代志。自细汉，我就真爱唱歌。阿爸讲，你细汉的时，若听到音乐声，就会拿海头、扭腰、舞骹舞手。 嘴唇咿咿那咧唱歌，虽然阮听袂出来你是咧唱啥货，不过迄个模样实在有够古锥。阿母讲，你一定是遗传着我爱唱歌的基因。你伫我腹肚底时阵，我拢会听一寡古典音乐，有当时会对着流行歌曲同齐唱。这个时阵。 你伫我腹肚内，嘛会对着音乐的旋律，脚人手人，甲我的腹肚踢无停。迄个时阵，我就知影，你绝对是一个爱唱歌的囡仔。唱歌是我上快乐的代志。我常常会抓准家己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大明星，伫千万人的面头前开演唱会，厝内的细身躯间。 袂输是专门予我用的录音室，嘛敢若是我的表演舞台。你敢知？伫下做做的伊间仔唱出来的歌声是哪啊尼美妙呢？若亲像用麦克甲声音放大共款，唱几啊条我上爱唱的歌曲，互歌声充满规伊间，规工的疲劳嘛对咧走甲无快影。 虽然我毋是一个真正的歌星，声音嘛无通像歌星遐尼好听，不过唱歌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欢喜的时，我会大声唱出我的好心情；有阵伤心的时，唱一条搁一条的歌曲，会当鼓励我、安慰我。随着歌声，顺续甲遐个无爽快的代志。 唱对13天外去，起码厝内底人嘛受我的影响。阿母本正就爱唱歌，不管时拢会听到伊哪做厝内底工课，哪咧唱歌。阿兄常常会听伊的 MP3， 细声对咧嗨。练正少唱歌的阿爸，嘛会伫无人注意的时阵，头壳哪海。 哪唱伊上爱听的歌曲，因为唱歌嘛，互我甲真侪爱唱歌的同学成做好朋友。阮拢有共款的兴趣，共款的话题，逐工斗阵唱着喜意的歌，是阮生活中上快乐的代志啦。恁敢有甲我共款爱唱歌？若有，咱就做伙来唱，好无？我的演讲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